由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办理的春之颂农特产品推广活动，自96年首次办理，至今已迈入第15年。每年4月到6月为丰收时节，为提升产地行销管道及销售效益，本所今年于4月到5月期间规划办理2021太鲁阁族春之颂农特产品推广行销活动。今年为提升本次活动曝光度，本所结合台北市政府在春之颂活动期间办理，与捷运月台播放秀林乡春之颂形象广告，同时于4月6号在台北市政府1楼中庭办理开幕记者会。台北市长柯文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本乡各区代表、村长皆一同到场参与盛会。今年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工作团队以及你们大力的协助，让我们来自花莲县秀林乡偏远的部落，能够有机会来到大都会区，让我们有机会宣传我们的农特产品，让更多人能够看到，可以直接上网购买。我想这个部分是一直没有做到的。我想今天如愿，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不过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实体的这种体验的地方。也因为这样我们在5月中旬在花博公园园林风味馆会举办2天的这个秀林乡农特产品跟工艺品的行销活动。这是让台北市民可以直接去看，所以将来的销售一定是线上线下合并。固然有一个线上让你去点直接电商买，但是还有一个实体体验的地方。我们不仅是要表达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也帮助原住民的偏乡可以发展得更好。好，那我们要继续努力，加油！记者会现场不仅有太鲁阁族传统乐舞展演，增添活动的人文气息外，同时也举办播剑笋体验与农特产品品尝活动，透过活动行销本乡各式农特产品与文化特色。本年度秀林乡春之颂活动展售时间为4月10号，同步在台泥打卡市集、太鲁阁加油站旁、好客文化广场、花莲火车站等地方开跑。现场也同时贩售部落农特产品，一同品尝结合自然与人文的部落文化。也期待全国大众用行动一起支持原乡农特产品。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